星期五仲坐緊輪椅，同冇乜表情嘅甘比又話知側門閃人，但一夜之間，大佬同甘比一防現身半島嗰陣，大佬唔使坐輪椅啦噃，就連甘比嘅心情都靚晒。呢下回眸一笑，似乎有啲玄機噃。呂麗君華至密會90分鐘，大佬拖甘比半島甜蜜開餐。自從星期一，我哋踢爆大佬同呂麗君首爾分，沉寂多時嘅呂麗君即時發功，除咗先後發咗2個聲明，高調否認分手傳聞，仲2度帶埋阿仔殺上灣仔華智總部。星期五嗰次仲較好晒時間返華智撞大佬同甘比添，咁佢哋最後見唔見到？嗱，有周刊話佢哋3個喺華智會面咗90分鐘，但傾乜就得佢3個先知啦。不過報道話有知情者指大佬的確係同呂麗君首爾分，家陣已經搬咗去甘比度住啦。雖然呂麗君透過傳媒表示連日2次殺上華智係因為阿仔中意上爸爸公司玩，但報道指呂麗君家陣要見大佬都要經大佬秘書安排約見。如果報道講嘅係堅嘅話，甘比尋日呢下回眸一笑似係勝利嘅笑容喎，括弧除非唔係。